2個月瘦10幾磅不是夢。Attention Attention， 各位海麗嘅姊妹們，值得留意，我真係要同你哋分享。我哋最近有位客人喺網上面揾到我哋海麗，做完我哋嘅分蒸之後，有咁驚人嘅效果啊！一齊快啲嚟聽下佢嘅分享啦！我一開始咧就係上網咧就想 search 一個地方咧可以做啲咧蒸功嘅療程去改善呢個宮寒嘅問題嘅，發現咗呢個海麗養生館有提供呢一個嘅蒸功服務。咁試過之後咧，我就發覺咧原來除咗蒸功之外咧，蒸身同埋蒸腳咧都非常之舒服，同埋對身體各方面咧都有好大嘅改善。做咗療程之後咧就容易入睡啦，同埋好多時都可以咧一覺瞓到天光，成個人好似咧周身嘅肌肉都放鬆晒、舒緩晒，成個人嘅壓力都冇咁大啦，即係比以前係精神咗嘅。對比翻喺我2個月之前嘅磅數啦，就發現自己咧輕咗12至到13磅嘅，咁我覺得個功效都非常之好。蒸身同埋蒸腳其實好多好處嘅，除咗瘦身之餘咧，仲幫我改善咗睡眠質素嘅，所以我就會繼續 keep 住做呢個療程咯。大家係咪都好想嚟試下呢？唔使諗啦，即刻過嚟 WhatsApp 我哋分蒸一齊瘦身啦！快啲嚟預約啦，姊妹們！